你食无的时阵，一定爱配什么物件呢？有朋友讲呢，一定爱配豆枣呀，或者是讲有人讲是豆鸡。这款咸咸甜甜的物件，真正是台湾滋味，即马也称对日本去。自助餐内底，民众夹仔摕嚟开始硬菜，真侪人的撇仔内底拢有这味，一块红红，食起来甜甜 QQ， 这是豆鸡。嘛有人会用形体去分，长长一丝一丝的叫豆鸡，规地叫豆枣。有民众讲，厝内底若煮糜，食饭到顶悬一定有一味豆枣。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可是我吃稀饭我一定要配它。是哦，小时候就吃过吗？对，我从小就吃过，而且我很常去饭店还是哪里，这次会吃到。像这种很多用途啊。你夹馒头啊，或是夹烧饼啊，加个蛋啊，然后配粥啊，都很好吃。还有做饭团啊，我也会买回去给小朋友早上做饭团。细汉时，阿母阿嬷用互咱配糜食，大汉换咱用豆枣款互囡仔食。屏东有业者讲，这味用豆皮落去煎，然后用糖糜加豆油等等的酱料来糜的豆枣，是正港台湾人发明的食食。有外国人食到感觉滋味袂歹，嘛要回去做盘手。外国人其实很喜欢吃甜，那外国人吃到我们的豆枣呢，他们会觉得说，这个是类似泡芙吗？然后又是有一点蓬蓬的这一种，就是没有吃过的味道，他们会很喜欢。因为它是个腌制品，如果钠含量太高的话，对我们一个高血压的人特别会增加他的血压，然后对肾脏不好的人，这个高钠也是有相当负面的一个反应。所以这种豆枣这种食物呢，还是越少吃越好。豆枣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，最近佫迁到日本去，不哩个医师也提醒，豆枣好食嘛爱强脆，尤其是老大人甲慢性病患者。记者郭斌在国家主区交用综合报道。